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月3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民数记22章22节到28节，哥林多前书第7章32节到4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婚约。现代人对婚姻的看法甲过去真无同款。过去的人对结婚这项代志是非常严格，现代人却认为讲随时想要结，随时想要分拢会使，甚至还佫有人主张讲婚姻会当试看卖，也有人讲有实际，毋免需要有命。但是圣经对婚约的教导却是非常严格认真，因为圣经的观点，婚约的关系就亲像上帝甲人的关系同款，是袂当滚算笑的。上帝的仆人巴兰的态度非常明白，无论摩押的巴力要要求什么，伊总是回复讲，我要来去问上帝，因为伊是领受上帝呼召的人，甲上帝有严格的约定，袂当随意来忽略或者是毁约的。昨咱有看到上帝后来应答伊，互伊来对巴力的仆人倒转去，但是上帝吩咐伊爱遵守伊的旨意。虽然是安尼，上帝家己用家己的方式来咧做，咱会当看见伫民数记22章22节到28节的经文记载，巴兰甲伊的儿，上帝因为巴兰甲巴力的官员做伙去，就受气。巴兰徛伫有两个仆人对伊，上主的使者来徛伫路呢，甲伊阻挡。离看见上主的使者徛伫路呢，手举拔出来的刀，就对路呢闪入。巴兰拍犁要互伊转来行原路。上主的使者来徛伫葡萄园的尾路，双边拢有墙。离看见主的使者，就闪挖一边墙，甲巴兰的骹磕着，巴兰就搁拍伊。上主的使者行进前，徛伫较尾的所在，双边无路通驶。离看见上主的使者，就拍伫巴兰的下底，巴兰发生气，用管拍犁。上主开犁的嘴，犁就对巴兰讲：你若无代志，甲我拍3遍。这是上帝用无同款的方法来阻止巴兰，并且提醒伊得爱完全来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行。上帝的使者并毋是要来杀你是要举刀来阻止巴兰往前行。但是巴兰却看袂到你所看见上帝的天使。安尼誓约的关系其实是真密切的，因为上帝安尼要求巴兰，就爱遵守甲上帝的誓约。保罗对伫婚姻的誓约的教导也是非常清楚，也非常的严格。伊提到着婚姻的问题，哥林多前书第7章32节到40节安尼讲：我爱恁拢无挂虑，无娶某的人关心主的事，看要安怎互主欢喜；娶某的人关心世间的事，看
看要安怎互某欢喜。煞分心无价的查某人，也是少女关心主的事，是要互身躯甲心灵圣洁。不过嫁翁的查某人关心世间的事，看要安怎互丈夫欢喜。我对恁安尼讲，是为着恁的利益，毋是要互恁束缚，是要爱恁做合意的事，通专心服侍主。若有人订婚决定无要娶，后来因为情欲强，袂当控制家己，袂对未婚妻做出无合意的事，伊着结婚，安尼做毋是犯罪。不过伊若毋是因为外来的压力，是出自家己的决心，佫会当控制家己的意志，决定无要甲未婚妻结婚，互伊保持在媳妇的身份，安尼做是好。总讲甲未婚妻结婚是好，无甲伊结婚佫较好。丈夫要活着的时，查某人无自由；丈夫死了后，查某人通自由甲合意的人结婚。不过只有通嫁互信主的人，伊若无搁嫁，是搁较有福气。这是我的意见。总是我想，我嘛有上帝的神的指示。伫结婚无结婚，其实毋是问题的重心，人会当自由来决定。但是保罗的重点是，并毋是讲无结婚的人就比较下伫上帝的标准，乃是如何坚持去听上帝，看上帝比各方面更较重要，无论结婚还是无。就好像亲像耶稣基督所教示咱的，伊讲伫马太福音第6章31节到34节，所以恁毋免烦恼讲，我要食什么，还是我要啉什么，要穿什么，这的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。恁的天父知，这的拢是恁所需要的。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旨意的实现，这的物件就会拢煞互恁。所以毋通为着明仔日来操烦，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才操烦，一日的艰苦一日来断。诗篇3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求帮赞的祈祷。上主啊，甲我争论的人，求你甲因争论；甲我交战的人，求你甲因交战。求你摕大细的盾牌起来帮赞我，用枪对付追赶我的人。求你对我讲，我是你的拯救的。求你互孝顺我性命的人，爱凌辱见笑，受凌辱见笑。求你互计谋陷害我的人，拢退落去。求你互因亲像互风吹的粗坑，有上主的使者甲因赶散。求你互因的路暗佫骨，有上主的使者甲因追赶。因无缘无故暗杀逃亡，要断我骨，含起要害我的性命。求你互灾会伫无拍算的时临到因的身上，你互因暗杀的逃亡甜着家己，跋落迄内面受害。安尼我的心会因为上主欢喜快乐，因为伊的救恩欢喜。我规个人拢要讲，上主啊，
无人会当甲你相比。你拯救困苦的脱离比伊较强的人，拯救困苦散车的脱离抢夺伊的人。求主帮助阮来坚定军队主的道路，明白主的旨意。亲像诗歌的歌词所讲的，开阮的目睭，互阮看见，看见主的道路，专心全意来跟对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